海巡署透早伫金门的韩社会海峡掠到一个中国民众驶像尼船要偷渡到金门哦。海巡署是表示讲，这个查甫人讲，伊受到中国迫害，互通缉，肖像台湾的自由民主才会偷渡。另外，海巡署透过雷达嘛侦测到4只的中国海警船驶到马祖西引甲乌丘的水域，嘛随派船去警告。 在透早6点外，海巡署伫金门韩社会前海峡发现一只可疑的救生艇，当场查到一个中国籍查甫人想要偷渡入境。滑橡皮艇上岸。海巡人员现场嘛详细搜查查甫人的救生艇是毋是有载其他的物品，随甲相关的人甲船押回调查。橡皮艇一个，然后这边划桨2只。本次小型目标偷渡案恰巧在中国发布军演前一刻，随即遭我查获。 海警船随即紧压境，本次不排除与军演具有关联性，甚至可能为军演之一环。海洋委员会主委关佩玲表示，中国搭配军演偷渡模式，到今嘛已经是第4届。112年8月18，当时偷渡客用游泳的方式寻求政治庇护。去年5月23，同款用游泳的方式先来台湾，要转去美国。去年10月中是用动力小艇的方式偷渡来台湾。这届选伫中国宣布多军种联合演习进前，以不明救生艇偷渡案件拢伫金门互人查到。 强化整体的觉知能力，透过比方说像是所谓的海域意识或海域觉知能力，去确保说类似的渗透、类似的挑衅、类似的动作的行为，我们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到。那它当然需要大量的感测器跟大量的像雷达啦，像是无人机啦。专家建议台湾爱强化整体警觉的能力，才当有效地第一时间防止甲掠到源头。若是有建立整体警觉的能力，都较袂互人渗透。关佩玲主义表示，中国采取复合式 发动非正式的侵扰甲军演真明显，海巡原来甲国军全力应对中国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